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联合时间嘅欢收看1月10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前台北市副市长张金岳嘛是现任政大地政系教授，真正以学者的身份进入公部门，对着政策如何伫理想甲现实之间取得平衡，伊真有经验。下晡来到市府用大的正义进行讲座，讲到台南市区办公室风波，伊则表达赞同。来自市府在税地政甲都市发展等相关业务的公务人员，下晡组织要来听出前台北市副市长，嘛是现任政大地政系教授张金岳的讲座。会中为了欢迎张教授的分享，市长李梦叶嘛特别到场，因为之前张教授针对台南市区办公室地价税风波，伊嘛赞声同意分阶段一步一步去，才是符合大正义。在房价、在居住正义方面，相对的是比较和缓啊。但是我想我们也要及早的来因应啊，特别是年轻人怎么样让这些年轻人更安居乐业，而且能够勇敢生小孩啊。那老年人能够在不管是能够老有所终哈，那么租屋市场或者是在养老方面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能够去考量。我想这有赖我们。财税局这边还有都发局这边一起来努力。虽然台南市无参照台北市的房价，互少年人欠一档买无一间便所，不过如何互少年人愿意伫台南成家立业、生育后一代，嘛互长辈会当安心到老，拢是政府值得努力的目标。电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要来关心相关市长选举的消息。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为了关心无人飞行机这项新科技的产业发展，特别拜访位于安定的天空飞行科技公司，希望未来应用伫台南的农业、环境甲交通等发展拢有所帮助。无人飞行机的制作，伫咧台湾企业会当讲真少人投入这块，但天空飞行科技公司伫咧总经理对2003年积极研发之下，成为唯一有能力生产大型无人飞行机的台湾公司。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除了肯定该公司对无人飞机的深度研究以外，也表示未来若有机会当选到台南市长，一定会伫咧台南好好啊经营这块市场。我只是为了圆小时候的一个梦，这10-20年来这样子孤独的这样走过来。那现在已经卓然有成了我们觉得其实除了替他喝彩，替他拍拍手。那么将来在台南市，我不管是谁当选市长，我们都很期待说能够再把这个无人机产业能够带起来，让台南市成为这个无人机大市，而且也让世界看得到台南，世界看得到台南的无人机。现在我们农委会也提了一个4.0的一个农业政策，我想结合了我们这个无人机智慧农业，未来一定可以解决我们农业年龄层的老化，包括现在少子化比较缺工的一个状况，所以我相当的肯定跟支持，期待我们未来在我们的市政府努力的支持这一份的产业，未来将能够在我们的全球发光发亮。天空飞行科技公司目前已经会当成功制作出大型的无人飞行机，会当载着50公斤以上的动物，也认为讲这个市场未来发展无可限量。这样的无人机现在正在这个我们市府在推这个 AI 元年就是人工智慧，还有无人机，我觉得这个 timing 刚刚好。那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那希望在这个地方可以更发光发亮，更进一步来贡献这个地方。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表示，伊下来慢慢会推出一系列的纪录影片，目的就是要甲台湾的意向来结合，并发掘到甲这有关着台湾、有关着台南的美好事物，并会将未来的政策重心放伫咧关心在地议题上。
台北新闻网日后采访报道。另外，台南市长参选人颜顺泽13号在盛大举行府城奥运会成立大会，会中就来提出具体市政蓝图，未来彻底解决台南的交通加经济。同时，嘛邀请歌星王彩华来主持，让民热烈滚滚。13号伫咧台南市政府前南岛路上，台南市长参选人颜顺泽府城奥运会成立大会来举行，有侪支持者拢到场相听，看到安尼场面，颜顺泽也非常感性，来讲起当初时伊失去台南市副市长的时阵，有讲过一定会继续倒来市府，继续为台南打拼，也毋望乡亲会当予伊满满的支持。一当前。我辞掉台南市的副市长，离开的记者会中间，我有讲过一句话，讲离开唔受着离开，离开受着是另外一天，大家3天斗阵，再来拍拼，换成立以后台南的市政，所以我一定会去倒转来。经过差不多1冬的时间呢，我感谢真侪朋友，伫我上困难的时阵。伫我上无资源的时阵，徛起来甲我支持。其中有真侪是我过去的好朋友，有真侪甲我过去嘛是无熟悉，因为认同我的理念，因为认为孙子啊是一个上守动的人，所以徛起来无条件支持。颜顺泽也以6党副县长、6党副市长的丰富台南市政经历，提出了侪具体政策规划。也表示，伊绝对是即马目前所有候选人当中上界了解台南市政的。我要甲大家报告，现在是台南市所提出的37区752个里所有的建设、所有的这个计划，我拢非常了解。所以今日我伫遮要甲咱所有乡亲时代讲，我若当选了，要做啥物过去台南市政府未做的政策呢？如我来做着了呢，要安怎互咱台南市呢变做全国模范市？颜顺泽同时也承诺，长照机构内底长辈要每一个月补助6000块。同时，也针对着少年人的经济问题、台南市交通甲停车等等的问题，提出真侪创新的想法，表示一定会来解决。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另外一位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在4号选伫大潭医院庙前广场成立柳营奥运会。会中伊嘛当场伫新明头前宣誓，也积极来发展溪北地区，回应市民的需求。陈廷辉14号伫咧柳营成立奥运会，首先伊先向着大田院的游泳馆参拜，现场满满支持民众。陈廷辉也一个亲自握手寻求支持，并受到满满的热情回应。伊也展现出十足的亲和力。陈廷辉也表示，溪北地区目前即马上界需要就是发展，将经济来提升起来，创造出工作机会，让少年人会当留伫咧家乡。伊也伫咧台顶向大家的乡亲承诺，同时也向着大田院的游泳馆承诺，一定会用心发展溪北，予伊风华再现。我相信咱今仔日伫咱大田院的头前。来举办这个奥运会，咱嘛是要甲咱大田院、咱的大田顺手报告，都是今仔咱所讲的每一项代志，咱都是一定做会到，咱都是无白差，而且每一项代志都是廷辉对着柳营地区的承诺，对着咱溪北地区的承诺，都是对着咱大城区的承诺。所以，咱大天顺手，咱游泳馆伫现场，伫遐咧看，坐伫遐咧甲咱看。所以，咱每一句话绝对袂当讲白菜。所以，嘛要甲大家讲，伫这段时间以来，有咱侪乡亲时代甲廷辉支持。我相信，廷辉要甲大家讲，只要支持陈廷辉，咱溪北地区绝对袂边缘化。陈廷辉也表示，大新野区已将会串联当天的观光，发展农业、生物科技，并朝向永续家园的目标持续打拼。也希望乡亲和陈廷辉一个机会，来打造一个更好的大台南。台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
但市会国民党团中昼进行第二届第4任书记长的交接典礼，由罗坤福担任新任的书记长。会中于呼吁中央爱赶紧派出台南市长的人选，应将全力来辅选。由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赵良介担任监教人，亲自将议会国民党团第二届第4任书记长的聘书颁予议员罗坤福，并且由今任的书记长王家珍来进行应信交接，完成下一任的书记长交接仪式。而接下这个位置，罗坤福认为是一个重担，但在伊的带领之下，绝对会团结国民党团来配合党部行政。绝对是配合我们那个市党部主委的行政。我们国民党没有到目前啊，可以说是非常团结了。那至于我们未来要绝对扮演到最好。在野党最好的角色，我的尽我的能力啊，替民众来发声。党部主委谢良介学了国民党团在今任书记长王家珍的带领之下，揭发市政府在房屋税、地价税等不公不义的起价，这个重大议题，一直甲市民徛伫同一个阵线来反映民意，也盼望未来在选举年，在新任书记长罗坤福的率领之下，会当带领党团勇敢作战。未来的一年呢，是选举年。我想在罗坤福书记长的带领之下，我们党团全体一定会发挥最高的战力。在这选举的一年呢，我们更能让台南的市民理解到，国民党永远跟人民站在一起。国民党是一个中道理性的政党，国民党是一个重感情、讲道义、守纪律的政党。我们不会胡作非为，我们是知法守法，建立中华民国是在一个法治的基础下的民主国家。在新旧任书记长交接的同时，党部主委也一一颁发5位副书记长的聘书，包括议员王家珍、陈培雅、林美燕、林燕竹、甲洪玉峰，以及2位发言人蔡玉辉、甲蔡淑慧。基本大家拢会当扮演好在野的角色，监督市政。但新闻张小明跟曹报道。先听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因为这波寒流加上过年期间可能会欠货危机，上午市长李梦燕甲卫生局长单于带头关会，呼吁市民拢来踊跃响应关会月。虽然代理市长李梦燕旧年顶一摆关会已经至少20档，不过为了今年寒假过年期间担市欠货危机，有员勇敢站出来，在卫生局长陪同之下，做会呼吁市民踊跃响应。会中真正拄2摆才顺利出会。接下来的春节假期还有寒假那么通常都是这个捐血中心这个捐血数量会大幅减少的时候，所以希望在年假之前能够推广捐血月，那鼓励市民大家踊跃来捐血，那让接下来的连续假期或是春节假期不会造成有血荒的这个问题。根据关会中心统计，云嘉南平均一天大约有1100地货量，不过卡伫最近寒流加上特别过年，一定要提早募集至少3万地货量来应用。记者会中，市长应台南关会中心邀请，嘛亲笔写下日个日会伊个希望的毛笔字来回应今年关会月的主题。同时邀请地当受灾户来分享伊的生命是来自关会前的感动。很感谢，也很呼吁，就是说，其
其实真的捐血真的有益我们自己身体健康。那你捐的血会不会帮助到任何的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但是因为你的一份热心可以去帮助到其他人，其实像我就会感觉到说，就是很谢谢这些热血的人，可以让我重新可以再活过来，生活过来。那也呼吁就是说，平时我们可以就是捐血，然后去帮助你不晓得能不能帮助到的人，但是需要帮助到的人，他会非常的感谢你。关会中心除了呼吁大家到时参加桂林赛主会，大力指定所有响应的单位，同时到1月28号，关会中心mau举办春联金句的竞选，欢迎所有市民来报名。电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为应应长期照护据点的需求，节门里活动中心的2楼将要增建来使用。不过经过评估，增建至少需要560万，但现在中央经费加上市预算也欠350万，所以议会民政委员会要求市府对加预算送议会审查。节文里活动中心伫完工了后，一直拢有增建计划。看到这次已准备做长照2.04级长照据点的机会，由社会局向中央争取增减基础建设800万的经费。但最后只通过183万的修缮费用，再加上市预算配合款，总共215万。而经过建筑师估算，增建的部分至少要560万，等于阁差了将近350万，工程无法度一摆到位。在这个前瞻计划就是申请的时候，项目就新增的部分是不包含在里面的。结果民政局提报给社会局的时候，社会局没有第一时间告知民政局，所以在这一次的市预算里面也没有看到，在针对石门里的就是新增的工程里面，它没有做预算的编制，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很尴尬了，钱已经到位了，200多万到位了，结果没有一个就是工程让就是来做一个就是210几万的配合啦。所以我们今天委员会到了现场，为了让石门里这个活动中心能够完整的去使用，而且能够在西计划，就是残照2.0西计划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落实的情况之下，要求民政局在下一次的今年度的3月份的定期大会提报追加预算350万。因为民政局今年并无将这笔修缮加增建的费用编入预算当中，因此民政委员会要求因第3月份定期大会当中送追加预算350万，让这项工程会当顺利发包。但是，民山林根参不得。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份的天气，温度15度到24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加阵风7级。看1月15号的中港台南电新闻，咱再会。